启示录第13章。后来我有看见一只兽，对海面起来，有10支角，7个头，10支角有10顶王冠，逐个头壳顶拢有榜读上帝的名号。我所看见迄只兽，亲像豹，伊的脚亲像熊的脚，喙亲像狮的喙。迄个灵将伊的能力、王座甲大权柄交予迄只兽。兽的一个头壳亲像有受到致命的重伤，毋过伊的致命伤有得到医好。通世界的人拢感觉真稀奇，去缀伫兽的后面，因拢拜迄个灵，因为灵有将伊的权柄交予兽。因嘛拜兽，讲：谁人会当甲这只兽相比？谁人会当甲伊交战？后来，这只兽有得到一个讲大话甲诽谤的喙，伊得到允准，通执行权柄42个日久。伊开喙诽谤上帝，诽谤伊的名，甲伊的报边，就是遐个住伫天顶的人。伊嘛得到允准，通攻击信徒，甲因征服。伊阁得到权，通治理逐个族群、逐个民族、逐款语言，甲逐个邦国。所有住伫地上的人，因的名伫创造世界以来无记伫受抬羊羔的活命册的，拢会拜迄只兽。有耳孔的，拢着听。迄个应该受掠的，着受掠；迄个应该受杀害的，着受刀杀害。因为安尼，信徒着有耐心甲信心。后来我有看见，阁有一只兽对地面起来，伊有2支角，亲像羊的角，讲话亲像灵。伊伫头一只兽的面前执行头一只兽的权柄。伊叫地甲住伫地上的人去拜头一只兽，就是受到致命伤，佮得到医好迄只兽。伊行大奇迹，伫人的面前叫火对天降落地，佮用受允准伫兽的面前行奇迹，来迷惑地上的人。凡有因，就甲迄只受刀伤、腰活地兽做一座像。伊阁受允准，将活气分入去兽的像，互兽的像会讲话，阁杀害所有无拜兽的像的人。伊嘛甲众人，无论大的、小、好野、善赤、自由的、做奴仆的，伫因的正手，还是头遐砍印做记号，无砍兽的名。还是无代表伊的名的数字的，就袂当买卖。对这个代志，就有智慧聪明的人，就算出兽的数字，因为数字代表一个人的名，这个数字是666。